这个眼睛，然后从下面上拉起，然后再往左边，从中间拉，然后右边下面，然后第三幕，从下面到上面，一样从下面，下面上，谢谢，对，点点来弄，但是没关系，赶快弄，好，还你是不是很厉害的？女生都比较快。因为女生会跑啊。哎对，会不会眼睛都会跑啊？好，右边，对，在右边。记忆。都还给老人，还是老人都没教好不好？哦哟，先不要跑掉啊。好，不会跑。哎，对。然后等一下，那个线很奇怪呢。左边嘛，这样子。对。哎，对。哎，对。对啊，因为它在左边这个。等一下，我们的手在有点小麻痹的。对，这样。然后再右边。小不一样。最好是他的眼睛要大小要一样。你到下面做的时候很好弄，很好做。哎，你大小多好就不好了，你到下面就不好做。哎，要一粒大小比较好，才不会乱七八糟。对呀。一律平等。对。再等一下，他们是说这边。不要紧张，没关系。慢慢来。在那边。老师，你没事就在家里面编网子哦。没有了，我也是上班了不？你也是上班哦。谢谢教我把娃娃。对象好像不会啊，他不会。经过亲。盖棉被。哦，对手。哎，你刚刚说差不多了，我现在要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快点。旁边那个。好，今天已经到旁边了。到白那边真的很慢慢吃辣。慢吃辣。咋多？完账。到100分的。100分他们是。100分。1分都没有，哎。1分都没有。刚好白。简单嘞，也是有到第3步嘞。应该超过了。这个刀。直接这样哦。哎，把这个刀。对，刀，你那个手放。给你这个呢。抓。刚才我们从第1幕到第3幕，这个都有吃嘛，对。现在就不用吃了。好，我们就翻身的翻掉，把娃娃读念把抓2边这把娃娃呢，好，这样吃这个2条线，然后，这样读念，这样子。对。好，我再教一个方法给你们，线再怎么请的哈，一定要就不一样了哈，一定要一样的装法跟你哈，一样啊。对好，然后你还挺多鸟，也是从下面哈，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从下面这样，下面哎拉，然后再
在2条线的中间，啊，2条线的中间，再装进去，对，拉，然后再这个从这边中间再拉回来。再拉回来，就很紧的，你呢？这是另外一个方法呀。这个是另外一个方法，比较不会松哦。不会松掉的，因为那么这个看看，然后就继续了哈。因为就是大概要怎么弄，只教你们现在教，我就教你们，你俩真式的，你俩比钢琴好。跟起来，然后再对呀，这不能念。过一次，哦，穿过去，转过，你是要把它这样转过去，给它这样从那个，先装2个哦，哦，然后再第中间2条线的中间装出来，再穿过来这边，再装这边出来，拉紧，拉起，这样子好，这样。到后面一样，要一样，到后面再加一次，好。啊，这样子，把，你把抓开这个那么studian，把抓开都好。抓开。哦，这边说。重新了我重新了。啊，重新这个不要了，乱七八糟。像宝。啊，重新开始。剪掉了，不要了。啊。从头了，从头弄的。对呀，你看我从。叫你们从头，你们现在还说啊，要讲。对呀，你要看。多说对呀最好了。你不是说一下子就学会了？重新来一下。是吗？老师要剪掉哈。好，你们开始。那我不是一点了。那么紧，我呢也发现要大打哦。你会了哈，你要弄漂亮一点，可以这个从班都头啊。这样漂亮一点哦。好。这样子就可以弄漂亮一点。好。直接，刚才是为了比方，刚才第一个方法是另外的，他现在是比较紧一点的哦。我马上教你们要怎么摆好，正哦，正的哈。一样哦，一样哦，正的，好，跟刚才一样哦。对，看，这个就不用教了，你们会了啊。对，这个是有再一次。有点哦。这边有就是看看你在做眼睛哦。做眼睛，为了方便啊，这个怎么差不多了。好。对哦，我也是这样做，为什么？啊，到后面你就一直翻掉了。没有，你要2次，你刚刚才1次啊。对啊，左边右边啊。真的啊。对，再一次。你的眼睛怎么那么美丽？眼睛自己大概自己去抓要怎么放比较好，比较方便，怎么好。对对。跟刚才一样的哦。对呀，然后再来左边，对，然后再压，然后再右边，再压。好，你跟他手好，跟刚才一样，就漂亮一点好。好啦。第2幕看好，我们比较好弄。等一下我还要教你们第3个步骤呢。啊？还有很多呢。还有很多，是第4个就好了，多了1个。时间上的问题啊。然后我们要现在怎样？啊。可以抓到那个。第4层呢要剪掉吗？火花了。没有，你要加木了。第4层加木。我现在回来第5，要回去了。你刚才第4幕不是有加眼睛了？对呀，一直加了，一直加。这边也要加。哎，2边都要加。怎么加？就是一直加了吗？就是2边都一直加。哦，重点是不会。重点不会加。这边有加第4。哎。现在要从这边回去。也是一样啊。哪样哦？哪一样？这样嘛。这个就不要去了。哦。这样。你看我这个。这个我教你一个方式，要紧一点哦，才不会松掉哈。这样子，这样子还可以调整啊。然后这样哈，从这个2条线的下面嘛，装一次，然后从这个2条线的中间装上来，拆一次，然后1条线这个中间
就拉，这个比较紧，不会跑掉了啊。再一次。这个是刚才是教你这是大概而已。会保来保气了。嗯。会保来保气。下面两条线下面，插，然后两条线中间再插一次，中间这边。我刚刚第一次2条，第2次1条。对。这个就加紧了。对，要么带来转降顶的，第4个。哎，把抓对不对？哎。哎，也是吃这个。也是吃这个。哎。啊，跟这一样长就对了。对。不是，这个你就放掉了，你要抓这个，你要多一个木出来啊。多一个木，对呢。哦，在这里。啊，多一个木嘛，然后这个就不要吃了哦。对，因为多2条线。对。但你然后你也要加一个木。嗨，跟这个一样的。对。把抓开都过来，好，把娃娃一朵。你不等不干那包。但娃娃是娃了不干的。到第二层呢。在我跟你说，你这个才第一层而已嘛。第一层而已。然后到这边呢？也是一样啊，跟上面一样啊。阿古丁呢？不是，这不是边先弄了。先弄这个。嗯。你要弄一个木啊，你。哎。对。把娃娃把马蛋。给他眼睛哦。给他眼睛了，弄眼睛弄出来。那个把马蛋就是这样。眼睛弄出来。 2条嘛，一起吃，一起吃过你。因为你第2条线啊，你说第2出来那不是瞎了吗？一样啊。哦。从中间画龙点睛就对了。OK 了，哎呀。这样的。你们加一个然后再小豆，到旁边也是那个2条，还要吃，大家都第4木干了，就不要吃了。哎，你一直抓，现在一直用眼睛，把马大你啥的呢？所以说又是没有加直接。眼睛，眼睛在哪里？哎呀，哎。娃娃不是我的手机吗？谁的手机不对吗？对。这样对了吗？对。是我的手机吗？旁边这个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。不是我的吧？喂，你好。你现在一直加眼睛，那个一直加。对。哎，那么安静，唱歌了，唱歌了。是这样啊，跟你前面。方法不太一样，再一次。哦，我没有跟你讲啊。现在我这个另外一个方式，要绑比较紧啊，这样啊，这不是你放线下来，这样也是可以啊。第一个2条都要吃，第2次就是从2条线的中间插出来，然后从这条线的中间，中间插，然后再拉出来，这个很紧。这个是大概刚才跟你，这样哦，然后2条线下面插，然后再先不要拉紧，然后从这个2条线的中间插进去，没有在中间。在中间啊，好，在中间啊，然后这个2条也是可以。2条一起吃，从中间拉也是可以。哎，这样。这个不
不会跑了。不会跑了，好像会跑。这个抽象，还真的有点像那个什么。一样，往下。没有人了。对，往下拉。不是。用一个木。不对，回头。这样有没有？回头。打对了。这个要长一点，这个嘛，这个要长一点嘛。对，这样。这样哈，好，对。这样，然后这样抓着，对，抓，从下面从这边。两条线，对。从中间，不是从这边。对，拉紧。对吗？对。快快的。对。要长一点。然后再抓这个哈。对，一直往那边，对。你这样，这样吗？拿着，肩部，然后再从对了。里面是那个是一个就是准备第三个，就是第三个，这个就是。其实你是第二张，这个是在准备第三个。里面嘛，哎，知道了，有时候总要的，这么多嘛，我还给他再倒回家呢。去攀神父，也去很多人，去钢琴。去搞很多搞很多。对了，搞很多了。有没有这边？这里。哎。没有啊。呀，大陆狗，一转嘛，只是村的还是在一里。这就不要做。对呀，要帮我弄啊，不然没有。大陆狗。然后这个嘛，是这个。哇，这3年前。这个就不要管它。不管它这个不算，这个是第一层，这是准备第三层。你要先做就对。就一样做得到。没有第一层、第二层，然后第三层就是都是两条，到第四层。这个你等一下直接从这边上。没有带了。没有，就是做的时候先做那个。为什么要多做那个耳朵？因为它要一直越来越宽，所以它要让它准备。你先帮他准备。是有来给你。就我的线。你一直在煮啊。可是我还是10条啊。是啊。电视有。一来一里小多，南韩村子。哪里？我要第4层啊。第4层了，这个完了，给它剪掉就可以做。可惜了。我现在在想，现在就在练。第4层，第4层啊，要开始多一个眼睛了啊。这个啊，分2条嘛，2条线，这个就不要吃了，这个2条线，也是从上面一样的抓法啊，就是这个插在这边的一个娃娃啊。你现在已经是把偶尔第4，对不对？我要下来了。做一个，到第4个。不是没有2条啊？没有2条。哎呦。这样啊。对，然后你就拉这个。但是多人呢，不能。要轻一点的话，教你下面。是，然后2条线的中间。那个是第4个，第4个的那个。全部让，然后都
这样啊，你现在要回去那边就按照第四个娃娃。哎呀，都要加木了。然后就这个是一模一样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哦。一样就直接从这个好像奇怪哎。越做越奇怪，越做越不像哎。因为你看那个宝娃娃了，他那个美国这边。这个是怎么来的？我也搞不清楚。生出来的。然后也解不掉。直接这边那边解，跑掉了。我这个是子宫外孕哈，对，这个都出来了嘛哈，我打麦的哈。对呀。哎。对呀，直接在这里吃，然后。你还要吃这个？对对。哎，做那边嘛。人这就是我感觉绑的好像都是松。对。也是对吧？应该是感觉。都弄不起来了。没有做漂亮一点。对的人这个。对啊。这样。我真想把这个线剪掉。哦。1、2、3，这个不是，就不要吃了啊，我们加木了。好，我们生孩子。这个2条。直接上2条。一走就忘了他。哎，对。把它松掉，再绕一圈。我也把娃娃来。已经跑掉了，太松了。那个电视那就是他哈。啊，对，他们打不棍不是被那个直升机，被直升机载到花莲。那个少的，少个没，哎呀。因为本来也不要告那个，为什么他说，既然你不要叫人家在那边撒网子，告示牌，他说啊，算了。大家都没事就好，我去叫那个嘎来嗲，赏红啊呀，不然他说谁不想要去玩那个鱼嘛，在那边，要不然你做告示牌都不可以啊。怎么生小孩？第几了？第5了，都不用加入啊。第10才要加娃娃。就这样过来了。你的木一样要抓2个啊。哎，加娃娃的时候只有抓2个哈。吃2个啊，然后再2个的中间再插一次。刚刚又乱了。再插一次，这样啊，从这里去放。你刚才把娃娃来看一次，那你应该要抓2个。再看一次，还抓2个。啊，就是有一边把娃娃一边不要嘛，会不会是这样？真正的会应该不会大，边有抓2个嘛。哎，才不会一直宽啊。对呀，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。现在是一直宽大的话，它这边要有东西在上面啊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。要抓2个，抓2个。再要加娃娃，然后第2个抓这个回来把娃娃对，抓住接了接。哎，抓2个才。那都把娃娃，你的积木了没有？姐姐，这边穿进去嘛。这边呢？这个太大了，怎么收线啊？这样子。这种就不容易受限。不容易收线。因为这种线，来都这样很漂亮。漂亮吗？这样很漂亮吗？哎，很漂亮。像我的鱼会不会太大只？很大只都是到我锅鱼。你做蜘蛛网吗？我的不够。来，我教你再怎么请翻一个方式啊。你先抓。好像吗？厉害嘞。还来不够紧。对，来，拿。现在还是第。再一个木。
对呀。你看这个要抓，要出来。对，一直加，你就不要加。你现在在练习加，不要加，不要加，不要加，你不要加的话，没有，你要第4次把娃娃加，一直不下去了，就不用加了。不用加。哎，到第10多再加。哎，你就按照那个第4幕干，把娃娃丢下来给了，然后一直下去这样，按照那个第4幕去抓就对了。再抓。大家都第10个那，哎，把娃娃都对了。哎。这样还要知道。对，两条的下面。然后拉，然后再从那个两条的中间，这边，这边这个。哎，中间，不是中，不要加，你要不要加？对。你现在加了。再从那个另外一个中间。这个中间。不要加，就这样啊。是算这边有。不要加的话，对，你这个一起把。1、2、3、4，对。就按照一直往下去了。5、6这样。哎，一直往下去了，你不要。都是要抓2个，对不对？还没有把娃娃的时候。你都不要把娃娃了。哎，到第10幕的话，再加眼睛给他。你不要穿过这里，就穿一个就好了。没有走满了，我走满呀，我现在走漂亮一点，刚刚才第6层而已。这个要手一点这样。就是变成这两条。收回啊！要收尾，就变这样，就是变这样，这样就接下来。它也是这样子。就跟这个一样。都是尾巴，没关系。还要加耳朵吗？做错了，你看。对不对？错了哈，错了你要怎么办？没过完第3层吗？这样对啊，就是这个眼睛跑掉，松掉而已啊。马上一个嘛，松就好，你再往上拉，然后再往下拉就好了。来等你，好，我教你一个方式啊，加紧一点啊，等你，一样转，从上面转下来啊。这样啊，加紧了啊，等你啊，然后从2条线下面再插一次。然后再拉上来，然后再从这个2条线的中间再插一次，再拉上来，然后从这边的中间插进去，插出来，再拉，很紧的东西，再拉，这个很紧的东西都不会跑掉的。啊，这个刚才这个是大概教你们这怎么弄，啊，这个是最紧的东西，就是最标准的东西啊。啊，你按照这个方法就不会跑掉哈。没有兴趣就不用来了，对不对？有兴趣，怎么让也会。啊，哪一个都没上，我看你这样弄好，对的了啊。对的了。我教你另外一个步骤。很久了。人要进阶了。计算机。来的公木板。来的公木板呀，计算机。这个东西盖好，就是我们以前老人家使用的。这个是代表什么呢？就是它的木用这个啊，一样大，筋大小都平均的，一样，大小都一样，不会说啊大一小，不是。低壁弹的那么阿米，啊，低壁弹的那么，就是这样，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啊。看一下吧。我已经在用了，问题是。弟弟。把地壁都盖好，懂呢？地壁。哦，这个。另外一幕，插进去啊，不一样。然后拉，打开那么大，然后从下面
大眼睛的好。哦，这样了，然后再吃这个木。对吧？我给它尽量缩小的重量哦，要一粒饼斤的重量哦，一粒饼当咯。现在就是按照我的最标准的那个方法啊，从两条线下面没有，先吃，然后在两条线的中间再转一次，哦，然后从中间再来，这样子多呢。哎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在这个头盖一定在这个柱子的上面，在那个然后再拉往下，再拉那边，然后再吃这个木，然后再拉，一定要到这个那凹了，你要定位啊，对，穿这边的，这个比较不好弄哈。把那不能挡，我都给他。哎，这买的豆腐以前要把一个八卦跟一个豆腐成型的话，就是用这个从头开始到完成，就是用这个。没有的话就是上网啊。不是，哎，乱七八糟了。不一样的话就大小网。大小网。这样，好。歪嘴了。这不是八卦网的，是大小网。这多。一半。然后第二幕，第二层，这个中间，对了，从中间，再从外面，然后这样，这样多，好，再穿过，哎对，接过来，长圆线的才有大小网。你看，圆就什么的不一样啊，小网，这个一定抓不到圆了，摸鱼的会啊。变成台湾怎么挖不大小网。台湾还好，这个一条线。谁的动？到会了就不用了。好，要练习那个。真正的，要真正的了。要做纯正的，全部干掉了。一样大的。全部剪掉了。就是第二幕。第二幕要干掉。要剪。正式开始。哦，真正的开始要用这个了。我用那个，你的哇弄两，我才弄两个。小雨跑掉。我是抓那个大白鲨跟金鱼的。不错了。不是抓那个大头鲢嘛？要真正开始哦，真正开始。打网喽。我这个体头不对。不要喽，那用那个喽。这个网好像在哪里有碰过？你看那个眼睛保留。好像哪里的渔港？我这个网。可以拿那个大。那个闪闪的渔网，是别人不都比，是一都比。那个气盔啊，气盔。我们两个纠缠不清，对呀，两个是夫妻，纠缠不清。你看这边还一直跑过来去，做完结纠缠不清，纠缠不清的那两个就气。给他从头剪掉一下。同床异梦。就是嘛，就要熟练了，当场熟练要付代价。走入深度，很可以使用。可以啊。我的刚刚也是这样绑啊，要两个一起绑，这样比较不会掉。中头了，中头。没有了，把它从那边切一下。刚刚那个就不要了。他现在用这个。好。这个这样好。这还没有。会被我挡到？不会。哦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很利索啊。你这个可以抓到虾。要从第几个弄那个？越弄越大。你们那个小网的话抓不到鱼了，我们这个大网的可以抓到很多鱼。要从头啊，要从头。胡子啊，这个要掉了。你那个第一步还不会，你们要学会了。还没学会啊。
这一步还要继续磨练。照刚才那样。你要先熟练。啊，这个是又是另外一种。正式开始。第三幕。第三批的啦。第一是什么？动作。距离去哪里了？在这里。好了吗？我进阶了。啊，真的？对啊，我进阶了。第一个是绑嘛，第一阶嘛，第二个是自己绑那个网子嘛，第三个是用木头绑，是木头竹片。那个竹片就是有，就是它一定的规格。所以它那个资料也是一样吗？只是多了一片的竹片。不知道，我们来看。那个几头很重要的。把那个几头后面就不是大小大小。这个用这个的话，可能就会比较一样的。其实你们会的话，用手就可以抓，大小都可以。就像我这一样的，都一样。老师，你那么久的经验，对，我是说会的会的时候，然后啊就不用用竹片了嘛。补网的话就不要用竹子了，它都没。对呀，补网就不用了。补网就不要用竹子。现在要用竹子。竹子是从第三格嘛，第三层嘛。没有啊。这不是第一层，从第一层、第二层。不要了。不要。这个你们要用的话比较麻烦了。哦，所以你们要从第二层。哦，所以我们要用第二层这样。对。啊，在练习啊，以后会了自己买了，比较粗的就可以了。以后做生意啊，可以卖网啊。不然。啊，做生意卖完。卖网。我要卖保利达就好了。对，他们累了会来。做这个。去手里大家都要喝啊。这个不见得每个都要网杆很硬。所以这个题目也是带大了啊。对，所以要按照它这按照这个用的啊。这个线，它的线从竹子的上面往下拉，然后到这个木，也是一样的，一样的道理，可是这个不一样哦。不一样。这个头一定要顶到这个竹边哦，然后这个也是一样抓，然后第一次是从2条线的下面，2条都要吃，第二次2条线的中间再插一次，哦，再插一次，然后再从这个中间再插一次，然后再拉过来拉紧，哦，也是从这个竹片下面那一样啊，然后再抓，一直过去了，你慢慢练习，好，慢慢弄，这个比较难，慢慢弄，好喽。没有啦，会难。所以要认真。不用主动用测就好，这个没有用的。因为我刚听说，还是我们还是这个剪掉就没有用这样子。你要从这样的再弄，第一个还是要回来，到第二个的时候才去变。是哦。跟哪里有水机啊？L 一个隔壁的隔壁。厕所旁边。是骗人哦，小时候到去这边变掉了。打结呢？看到打结了。这样我们一开始。回来。怎么开始用那个？老师，你要不要坐着用？我说我有点累哈。对啊，我都跑下来坐了。对呀。这个要回来呢，弄错了要回来。没关系啊，我也是从来剪掉重来，要是真的要会才可以。
会的可以是反复性那个动作。反复练习。因为那个头不会，再重来一次，再剪掉。真的很好玩。再剪掉，真的。晚上你不睡觉了。我那都在搞不得，你说上那都。啥都好。哎，我没有在给你了。就搞不得。哎，都从哪往哪里都。真的剪掉，练习啊。Pakai kain dah, tahu kan? 剪掉，剪就好了，你怎么剪了？在练习。哇，你要练习哦。我头我也手机了。怎样？好啦。你要试看看。Apa nak jual bawa awak kira awak? Apa nak bawa awak? 帮我找那个对，那是教我，你刚才打结的对啊，你要练习那个啦。另外的。帮你打结的怎么样？指节呀。解结啊，我会啊。对了。指节也会啊。对呀。才第三个。有。刚才有副要的那个啊。你问我为什么问老师？对，我这个不晓得第几线，第几个。一个两个。刚开始我还是用这样子。哎，刚才当时结的吗？它是接线的时候啊。两个绳子接要用手结啊。年轻人是谁在？大指甲都给你接。中间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快点告诉我。在右边。别睁眼睛了，给你玩的，哇，你要那个什么松掉。不要怪那个绳子，是怪人不会动。加了那个这个。我本来打断了。yang itu tantang aja. 按照自己的来。 Ano masya? Saya minta itu. 自己好像怎么起头，它就掉了。你要不要喝水啊？对没时间喝水吗？它不会跑掉就好了。你要自己绑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你不一定按照这个嘛，你就说打2个死结，掉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没有跑掉，对起头哈。目的是要那个嘛，是真的。这样子吗？这样子了，这样子对不对？全部要掉那么厉害，全部剪掉了。不会啦，上面这个它的结哦，后面怎么这样？右边一次，左边一次，不是。然后这个再拉过来，再使劲，进来之后，再从外面，再走，看古林呢，这边线中间。不然你聊他这个这个多少？刚全部剪掉，重新来，然后再打一段，第3层就断掉。这线断了，抓到一只大鱼。你这样一只好大的鱼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一下是这边。你怕不剪再重播力量那么大，那就好了。它就会剪。我这个你这个那么还是真挨着不要太粗了，小力一点。你不要在这里好不好？直接那里。跟昨天一样的。对，10分钟。我们做另外的这个。
才剪掉重现，还要那个还没有拿竹片哈，还要抽哈，我们还重来。竹片一个很难呢。这个就是不能沟通哦。就一样的啊。不是啊。因为水面竹片，用竹片的啊。现在呢？现在开始嘛。我有。每一个人都有了哈。来，这边。我们也准备。怎么样？进阶班的那个，进阶班的啊。都有了啊。进阶了啊。要赶上哦。进阶班哦。你这个娃娃要几层？这样怎么第弄？ 4层，包外。啊，对，包外就好了。好了。还没教啊。还没有把娃娃从这边。你要揉到这边了哈。好了，揉到。要10整就。揉不到10了，要10目。从这里过去我才会。然后再比较没有用竹片的。这个可以卖吗？啊，是3色哦。错。